所长啊，你敢无感觉到？感觉到啥？哎呦，我是无想要甲你吓惊啦，啊，毋过吼，我一拄仔入来，就感觉人无啥爽快。啊，人毋是讲，若是地理袂下，就会哭啊。我看吼，我住遮恐惊迄是会发烧啊、吐啊，身躯都要行楼梯啦，亲像电影本迄款。喂！拜托姐啦，你真正是放我煞啦！我确实还无一个人住啦。你去找阿玲先派啦，有条伊背后在是可能死了心好鬼啦，一定好会为着公司就刀山肉开开啦！我快甲你提醒一下，大安宾馆打偌济啊？你这个月 KPI 还袂到哦。